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村民大会，我是王小琪。两礼拜村民大会去到中华界二点钟，从大家关心这议题，系嘛解咯？就从大家画面当看到了案件案发嘅研究哦。其实呢，佢透过系推动嘅土地内容非常安排，不过呢，大部可能要改变做工业燃气了哦。其实以早世界二点钟就有两界燃气哦。大家看到呢个画面，其实就系重口时期燃气嘅位数，案发嘅土地超过了600人公顷案发。不过大家可能会特地注意个现象，觉得案发嘅燃气你下单枪已经重送停了，其他嘅土地完全冇利用。看看呢，你下中华人政府有按算到了重口时期燃气嘅附近，有加起则减为有18公顷嘅燃气，来作为一个按做系那个二点嘅精美燃气哦。村民就讲咧，那燃气其实放度解偏，冇度解用，还会个加快利用那天农民所讲中意是个土地来做了个开发燃气，咁真紧有地动系冇。今日村民大会等下都会去到了个2点钟贡献呢个现场，找到当地嘅乡亲老农民，从下来关心了个议题。开会了！你下度听人讲条来到村民大会讨论嘅现场，你系安不时条哦，大家系到2点钟了个共庆力，大家看到系天火奖了大部苗片签哦，大家其中强下来开讲啊，看到现场都系人占人，大家关心哦。样片为大家少介对比，第位呢少介系少介财体的中法染艺染吴淑娟吴议员，你好。大家好，乡亲晚安。欢迎艺染抢凑。庭宇那边呢，少介系彰化环境保护联盟的总干事施月英，施总干事你好。乡亲大家好哈。第三位对宾大家动熟识了个生态复杂哈，少介系静宜大学的讲师蔡家阳蔡老师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安。现场也看到，你2点钟安到热情嘅乡亲也来到现场了，大家强下关心，那个欢迎哦。我们20镇我们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晚安。好。欢迎大家哦。都进行讨论前前，你咧看多大那个事情，佢系马界发生嘅原因。當跨界感謝日，係由於部分將中嘅西瓜，呢片嘅彰化二年嘅台糖萬興延期。2012年，彰化縣政府為咗引領機械產業嘅發展，有意識將呢地佔地350公頃嘅土地規劃咗2年精密機械園區。只係按呢個計劃，同全項嘅中科時期發展當上。同時，中科時期有下蠻多長長建築已經兩個長途，彰化縣政府嘅做法引發強烈爭議。他所選擇的都是一定是公家的土地，它是長長的，容易取得，上下容易勾結啊，所以本來呢那個都有了，他為什麼一定要再重疊？沒有重疊的話呢，他因為如果他在別的地方再去請他去設廠的話，他就不能從這個當中獲得利益了。彰化縣採地嘅環保團體發講嘅當中，因為佔地632公頃嘅中科時期，目前只有一間廠商進駐，另外一間廠商也限到訂款片，安泰嘅園區攏係忙使用牌。2年外前，彰化縣政府就當上嘅開發2年精密機械園區，呢種只為咗開發無看長遠評估嘅思維，當上同工業並體育。環保還有農業並後擺。開發單位在開發的時候，它真正的目的並不是說我這個開發之後對整個社會或者整個國家的經濟的效益，它不是在那裡考量。它所考慮的是說，我開發的過程當中，對於我所屬的這個團隊，我這個團隊能夠從這當中獲得多少利益。至於開發以後，對於這個是不是荒廢園區或者是什麼，它不在考慮之中。2年精密機械園區同中科時期兩個園區嘅面積加起來將近1000公頃，當到有心嘅人當上門，需求多地咁樣安泰。中科時期地擺目前唯一進駐嘅廠商拖了片，看起來有點故事。規座園區空空嘅，少數嘅公共工廠將到進行當中。彰化縣政府2年外前當場就地未來有安泰嘅產業需求，係地未來嘅能力強，係你只係為咗開發來開發，實在有需要好好講清楚。
刚听哈个杨平你捆的2个工业区规划出来，其实说是工业区，还不如说是杂草公园哈，因为我们看到非常广袤的土地上，其实种的是杂草，还没有看到什么厂房。那各位观众朋友，简单的少改给台体改体力五也很有办法。我们看到这个20精密园区，我们简称叫20精区哦。它现在规划的范围呢，就是在我们20镇里面。我们20镇里面就有2个这样子的园区，一个是中科四期的20园区，这在之前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完工抵定了哦。那现在新开发的是这个20经济园区，总共的面积呢有352公顷。那这样2个加起来大概就超过了1000公顷，这么大的范围就在我们20镇都要规划成这样的工业园区哦。那我们再来看到为什么彰化县政府有了士林这个中科四期之后，还想再规划这个园区，它有什么样的动机跟理由哦？来看它是怎么说的哈。那事实上呢，我们在节目录影是有邀请彰化县政府哦，不过彰化县政府是没有答应上节目，就婉拒了这个邀约。我们来看他怎么对乡亲做回应的呢？因为呢，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20精密园区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看到呢，他认为是可以带动这个产业群聚的效应，就是说我们这样数量越多越好发展这个规模经济啦。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至少离海岸线还有点距离，所以可以避免海风的侵蚀，好条件。那可能远离地震带咯，还有它的排水系统也很好。整个讲起来，像客观条件上对它设立园区都是有好处的哦。那再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用地取得是相对简单干净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台糖的万兴农场，在过去哦，所以它的权属非常的单纯，很容易拿得土地，所以这次土地一买下来规划哈，就是大概有将近400公顷啦，就是352.88公顷左右哦。那它的地也比较平，我们刚刚看到画面是很平的。我要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施总干事哦，谈到这里哦，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忽略掉中科四期20园区，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本来这个中科四期选在20盖一个园区，本来是要做什么？可是中间是因为谁不来而做不成，那现在做不成又改成了什么？这个现况能不能简单跟大家说？大家好吼，这二林中科四期是98年的时阵通过，吼，伊是4月份的新查，短短的几个月，它其实拍算讲3个月就紧新查吼，紧通过，阿妈互人知吼。伊新查是规定，伊是要吸引友达光电面板是全台湾最大的面板制造商。哦，那时候我们也自己看过资料，说在前5年的话，全台湾的光电面板业其实是整个应该说产值，或是说它的获利是很低迷，而且是撩紧，而且那个期间已经很多工厂收了。那我们就跟政府说，你这个其实应该没有必要来开发，但是因为那时候又面临一个县长的选举，所以他还是开发了嘛？他还是开发了，友达来，对，结果友达来了吗？结果友达不来了。因为他实际就不会想来，这我们所得到的资讯，友达也本来就不想来，那他们就后来就转为精密机械园区。在这2年前，国科会说把它，因为友达不来了，所以我们改为精密机械园区。那这个转型成功吗？厂商多吗？哦，没有厂商啊，我们看得到的资讯就是，我们也找到一些资料，因为精密机械园区今麦困哈的群聚的效应，你大肚山才要60公里的所在有1000多间的公司。清华金的公司，才有办法成为一个群聚效应。是当初中科四期在谈的时候，伊马公有群聚效应，因为我们中科嘛，中科问题是离台中还是很远，但是他们也是用这种论述说也会带来群聚效应。那实际上总干事，政府花了500亿来做好这个20园区的整体建设，可是现在厂商像影片讲到，就顶多就只有1家，其他都荒废掉。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要再做一个20经济园区，但是产业性质是一样的，这合理吗？不合，我觉得非常不合理。而且当初他们土地征收也是台糖的土地为主，而且这2个土地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用水也一模一样。是。为什么中科四期后来要转型？光电面板是高耗水的产业，本来20万吨的水，要转型变2万吨的水。好。那先谢谢我们总干事，接着我请教一下我们的蔡老师哦。其实县政府的当时的说辞是希望这个20园区是做比较高科技的。那这个他们其实规划的时间顺序大概是先后期规划这2个园区，就希望我们20经济园区担负的是向卫星工厂提供一些零组件，所以他们有链接关系。不过刚刚我们总干事也讲了，现在已经盖好的20园区就空荡荡，只有1家厂商，那要链接是要链接什么？现在中科四期的这个20园区已经没有厂商要进来，而且科技部他也同意，
要把这个20园区本来作为这个光电产业的，也是要作为叫做精密机械的一个园区了。所以其实产业链其实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而且重叠架屋，所以根本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你再把层次再拉高一点看，刚刚施总干事也讲到，其实台湾的精密机械是很重要，没有错，这个附加价值非常高，但是它的产业链已经在台中大肚山那边已经有一个产业群聚在那边了。所以其实是没有必要再新增加以农业的这个大县彰化为主的这种土地来做精密园区的使用。问题请教一下我们的议员哈。其实当初政府在规划的时候也讲说，我们20镇也非常希望这个20园区可以来到我们20镇来设这个科学园区啊。当时他们说可以增加2万个就业机会，那这是我们现在的实际来验证，好像是说的都比做的好听哈。目前就只有1家啦，大概几十个就业机会，顶多有办法到2万多吗？那我请教议员，就是说20经济园区哈。中央开发单位也说可以提供超过1万个就业机会，可是有一个前车之鉴在这边，我们对他的就业机会还是这么乐观吗？县政府他这样子一个很贸然的在增加这个精密园区，哈因为这个将近700公顷都还没有完成开发进驻厂商哈，相信讲这是很贸然，也没有做配套哈。目前我们西南角的4乡镇吼，4乡镇的乡亲实际上生活伫咧真惊吓，就是讲6轻设厂了后，伫咱海口4乡镇30-40岁，迄种少年查仔囡仔、少年囡仔拢忽然就心肌梗塞死去，然后乳癌、乳房割除。看不到明天。即摆若只要讲，咱的政府要来开发，是大家都带咧等。所以这是一个对政府信任程度的问题。因为老百姓是务农，而且大家知天命，就是讲伫遮生活养老是很快乐。即摆大家带咧等，就是讲。这种环境要安怎个生存落去？我也请乡亲告诉我们大家，你们心中有没有忧虑？忧虑是什么？请举手，不用客气，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各位乡亲，大家好，咱拢知影，咱彰化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尤其是咱西南角得天独厚，因为有浊水溪的冲花、冲击土地非常的肥沃。那么现在呢，它不只要在那边设精密园区，还要在我们这个大城这个潭前村这边又要一个产业园区。那叫我们是不是叫我们要去跳海了？他们是说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你不希望吗？哪来的就增加就业机会？就以芳苑工业区来讲，有多少是台劳，有多少是外劳呢？好，所以他根本就业年龄层就不一样，对啊，属性也不同。那如果他这么不希望这些台糖在种植甘蔗园的话，政府现在不是奖励的大佃农、小地主吗？他可以把这些土地租给我们民众，让我们来耕作啊。所以大哥，其实你会耕作，你也想耕作的。对啊，想要利用这些土地来做一些农作。对。可是事实上，如果现在要盖园区，你们就没有生产的空间了。对啊。好，而且会污染我们现在在推动的安全的食物。谢谢你，我待会问题我会继续请教你。还有其他乡亲也要表达意见的吗？这位大哥，咱的政府就是当时拢重建设点，伊后壁管理拢做袂到。你即摆上重要，佢开咱山关水利大，得开到迄个点。伊讲要去带动3个点，伊后壁会管理袂到。你想讲管理嘛？你上重要重管理嘛？你安怎做，你管理无好设点。不甲含人民含啥拢会出状况啊！就像头我的议员讲的，6000这对，也是讲后端的管理无做，要详细。对。好，有其他乡亲要发言，这位先生你好。阮遮西南角彰化西南角是一个复合式的重灾区，因为无偌久有一个国光石化，搁一个6000要扩大。国光石化已经不盖了，就是怕伤害到环境。没有错，还有中科四期也是一个失败的案子。它这么大的一个园区，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厂商进驻。
变成蚊子园区了，然后还盖新的园区。有一家进来也跟高科技没有关系，所以讲这个我们的县长也因为这样啊被起诉了，你被红掠去啊！阮的镇长嘛有犯着代志，这个政府变甲讲伫遮乌白做，阮这用心经营的这农民，叫阮讲爱放弃农业权、渔业权、畜牧权。就是讲叫阮性命爱交互伊就对了。你说我们这里是重灾区，那我们还可以种稻，还可以养鱼吗？对啊，还适合吗？好，他现在说要做这么多的工业区，我告诉你，连外的道路一条都没有，包括它的县道也没有像样的县道，这是咧做真诶做假，迄谁是足世人吼。好，痛心先谢谢你哈。其实我们讲到说，在工业局所辖下，在彰化地区的工业区有非常多。我们看到1、2、3、4、5、6，就有6个哈，还包括单一面积最大的彰滨工业区有3643公顷，全部加起来总共有4238公顷。你给我看到哦，这是在这个政府部门，然后还有包括民间投资，再加起来有多少呢？总面积哇哦，将近1万公顷了哦，都是作为开发工业区的哦，所以它是排在第2，仅次于云林县。那它呢，不是说如果里面的工厂都是满满的，就业机会相当的丰沛，整个工业发展都带动起来，也许还没话说。可是问题是，闲置面积将近1000公顷，在这1000公顷的范围内，难道如果真的要发展精密园区，不能先利用旧有已经开发好的空间去发展吗？一定要先抢农地，耗尽农业用水，破坏大家担心可能有的生态危害，来在新盖的园区吗？彰化县政府也有话要说，你对唐基很勇而讲业者可能购地之后，目前尚未建厂，那这个其实也是目前全台湾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经济部工业局在今年已经邀集各县市政府在准备要修改这个产创条例，要订一个回收机制，就是说未来预计可能是在这个办法修订完成之后，大概会定一个说2年或3年时间内，它未完成建厂，就由政府来强制收回这些土地。所以这是目前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土地要收回。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那彰滨工业区为什么不适合这个精密机械这个产业？其实彰滨工业区已经设立将近30年了，那精密机械产业在中部地区也是更久的时间了。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说，在这个滨海的工业区，它的高盐分以及高湿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对于这样一个需要高精密度的产业，其实上是非常不利。蔡老师，县府大概2个说法啦，一个是说彰滨工业园区地都已经是被地主买断了哈，他们是囤地要高价卖出，所以没有办法再开发。第2个呢，他讲到这个中科4期呢，是因为还在有15家在等环评。这样说起来，反正都还在等环评，所以我们就赶快先再开一个园区，听起来很合理，是这样吗？其实这就是每次在选举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政策利多，说你看我又为乡亲争取了这些开发的机会、就业的机会，然后又变成炒地皮的机会，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过去一直相信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靠这些工业来创造地方的这个繁荣哈，所以这样的迷思大家都一直被政府来欺骗，结果发现选举完之后就摆烂，就放在那边。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想说，咱中华土地是这里厚、这里肥沃的，在生产台湾很重要的粮食的基地，为什么不是把我们的农业变成一个产业的群聚，让它来发展，变成我们生产最好的粮食？事实上，咱中华稻米台湾的产量，咱中华管是第1名咱彰化县的土地，因为大部分是农地。所以，咱应该是要符合我们的需求，以农业生产作为重镇，而不是说要开发工业区。这个是咱整个社会价值观，重工业轻农业，结果忘记了说，我们农业生产才是养活我们台湾人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工业。所以它可不是默默无闻的小产业哈。那我请教一下施总干事，其实县府或者是中央单位常常提出一个说法，但是在很多次的经验发现下来，它可能是一个要破除的迷思，就是讲说新建这工业园区或科技园区可以带来就业机会，如同刚刚我们的蔡老师讲到的。可是它会不会某种程度也会造成相对贫穷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业园区也许是工业有进去里面做事的工业人有赚钱，但是它破坏了相对周边的生产环境，所以让这些做细人，那你杠总因我们养殖或者是种稻的这些农民反而没有失去了生产环境的依据之后，
他们就会沦落到贫穷线以下呢？没有错哈，这个我们看得到哈。像我们当初在评估中科4期的时候，它废水排放是要沿着彰化海域。那我们彰化海岸比较特别哈，就是废水排出去之后，因为海水是南北两端挤过来，挤压在这里，所以涨退潮，废水还是在原地打滚。简单讲，到后面企鹅啊、起蛤蟆都会受污染、受害，然后到后面他们就不能买卖。这样子，我们去推估他们失业人口将近10万个。就是因为你废水就是这个产业，但是在这个产业评估的时候，它并没有说我废水的排放可能会导致这些科农失业，或是导致它的渔产品受污染，没办法买卖。这不只是他们展现舞台的问题，还是他们生计的问题。没错，这个像我们只是针对中科4期，它带来2万个就业机会，但它可能造成10万个渔民失业。逆然应该强问一下，你刚刚强调说，其实我们的生产环境很重要，破坏不得哦，就怕很多没有经过好好妥善管理的工业园区对环境造成伤害。就我们20来讲，我们的生产环境条件好吗？那我们现在受到的污染压力大不大？实际上压力非常的大，非常大。那20年后，咱的子孙有可能无通啊食。有一天有一个那个欧弟上跟我说，20年后咱的子孙敢有物件好食。因为没有地可以种。随便一个规划案，就是500万起跳。凊彩一个政府一个县市政府做规划案，敢若规划书一本500万起跳。哇，我天价！几啊千万、几亿的。所以我20年来看过每一届这个县长提出来规划，拢是甲咱老百姓开足侪钱的。我们谈到这边，其实语重心长，因为刚刚湘琴也提到，20明明是好山好水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个冲积山平原，可以好好的种作一些好的农作物来供养我们的后代子孙，可以永续发展。不过现在呢，他们却说这里是重灾区，所以已经在当地污染这个负荷已经很重的情况之下，如果不经思考，没有妥善规划，再增加一个新的或者是无用的园区，对我们的环境负担还会再加几重重呢？你都透过了新闻分析样片，我来进一步讨论。平常伊该20年街路上有点农村洗净的模式，不过环保人士受理，空气当中纯彩电危机，也就是做嘛个，托当地还来开发一个工业区，境外按反对。去年如果稍微观测一下 PM2.5，20其实常常是全国最高的。20地区的人，他心里常常在想说，机管因当共在哪里？为什么我的空气品质这么差？20附近其实离它不远的地方，因为台湾人都老会觉得很远，其实不远。那398支烟囱贡献了多少 PM2.5？我想政府到现在没有理清。空气污染是下全球关心的议题之一，因为工业发电，人类牺牲太自然，占用后代子孙享受好环境的权利。彰化县的西南埔因为同工业太热园林相隔壁，受到的污染自然唔少。然后当地又要开发一个工业区，带头这片的居民，这个空气又要请慢人来负责。中科4期我的记忆里面，最后废水要到哪里去，到现在还是一个无解。不管你中科4期的水没有解决，我想未来一个新的工业区水一定会还是无解的，因为浊水溪是一个不容许你再排下去的一个地方。那你要海放的话，这个地方又地层下陷了。所以技术面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难克服，这牵扯的一个问题，这个地方从头到尾就是农业区。环境就像人体的神经系统，可被破坏的就当然风险。20的强天肉体可能已经无调办好，不过作为了头个人，都为后台上同开发思维还有国土来讲，创造多样曲面的可能性，其实唔难。你对关心拟林景改环境，我们看到现在测出来最新的数据哦，在我们以去年整年度的这个年均值 PM2.5， 就是我们讲细悬浮微粒哦，是来到了33.3微克立方公尺，这样标准高不高呢？它已经超过我们国家法规定的1年不能超过15。已经显然超过了2倍，排在全台湾第2。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呼吸的这每一口气，到底有没有风险？那乡亲朋友们的疑虑，对我们20现在的环境负担，又有什么想法跟忧心？请举手，把你的意见表达出来。我看到这位先生，你好。今日伫遮哦，真欢喜看到这客家电视台上关心农民的电视台。我所看到，因这拢无政治的物件吼，
拢是伫即个关心农民的物件伫遮。谢谢你那么占用国家电视台。拄啊电视有讲啦，啊，佫遐侪用的工业区伫遐咧饲网啊，为虾米要佫开这工业区要创啥物？危害感无够大。今日是安那拄好啊来咱公园里，我也真感谢吼，因为公园里受害上大吼。啊，我无希望别人佫继续，像我人受害才来后悔。较早环保团体因咧讲安怎，我嘛拢接提起，感觉你是咧乱啥？但是即马我要甲因讲伊辛苦啊，吼啊因为为虾米讲伊辛苦？因为阮受害啊嘛，吼，我无希望别人佫受害。你啊看即款怎么样的受害？农作物吼，这就是煤炭所产生出来。这是种的葱吧？哈，葱啊，手指头上拨出来的是泥油啊。不是，我为迄我才用起来有无？啊，用起来安尼拢泥油安尼嘿，拢哇哦！所以本来是清清脆脆的蔬菜上，却有这个重污染哦。那再来下一张看到是什么？啊，过来就交通问题甲水的问题吼，这头排废水的问题，这水你看排到安尼啦，哇，那是起泡泡吗？起泡，迄规个水安尼，啊，这落天头排的啦吼，啊，这交通那因内那停车场的啦吼，都是砂石车呢哈。啊，你看路的那个安尼，啊，这若落雨看啦，湿落看，唔知上面迄落，啊，这烟囱安尼啦吼。这都在我们20镇上啊。台湾镇诶。这拢城市场，拢城市场吼。啊，今咱并无要甲恁偏离主题，讲迄个为即个，咱要讲工业区代志，讲为你们想从职场谈到工业区，给你们的压力是？今日的职场有影响到阮无希望白里2027日无希望白里，完了像阮安尼受害，吼啊！伫咱即个县政府的官员，不要只管上失效。不管农民苦，吼，农民真正活较足艰苦的，吼，因收成都足歹，你佫害因的水、空气受到污染，土壤受到污染，因的收成一定会歹。吼，他们其实卖，即卖因人咧打造小麦的故乡，阮遮是真正阮的米出产的，尤其是外国米是真正有名的。希望卖甲咱污染，啊，爱保护农民，保护农地。是。刚刚种的那些清脆的葱，上面如果刮下来是一层油泥，请问卖得出去吗？还有乡亲朋友要发言，这位大哥你好。20地区邻近大城哈，大城乡是隔壁啦哈。是。那就之前那个台西乡那个检验的报告哈，我们看的都是心里会很害怕了。被称为癌症村呢。对。那我希望有关单位哈，能不能帮我们那个里邻啊哈，就邻近的一些乡民做一个体检。好，也希望有健康风险评估这样哈，那我们安心。大哥，我问你，我们20镇在地来讲，过去的生活环境跟现在最大的不一样是？我家住离这边也不远了哈。是。一到晚上的话，我都会吩咐我的儿子，只要空气转凉了，那个窗户就要关起来。为什么？会闻到味道。什么样的味道？类似烧焦的味道。不好闻。对。到晚上就会排出来。下雨天呢，要空气转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闻起来不舒服。对。所以不要儿子闻到这些奇怪的空气。对。你的压力。对。谢谢你，这位大哥。好，我看到这位阿伯，阿伯你好。我今嘛要讲的吼，就是咱这个公兴甲咱这个潭墘吼，比较这个污染。啊，但是我是希望。讲咱政府、县政府，看会用个以咱65号，下这个身体检查，啊，搁这个水，啊，甲这个土地，安尼。所以你觉得根本这些土地跟水，你们存有很大的疑虑，希望说中央单位或者是政府单位应该来先做检测，让你们安心。啊，你为什么会哈尼啊惊？这是毋是讲惊的？咱就是为了大家吼，啊，这个污染的时阵，生活也真侪安尼吼，啊，空气也较歹。刚刚都变啦，有变化了哈。好，谢谢。乡亲在地农民哈，在地的很多乡亲朋友提出来的一个疑虑，他们对周遭的环境感觉到日益的增重损坏，所以希望政府部门也能够开始来告诉他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出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改变。你谢谢看杨皮狗转到写中会继续的亲密讨论，谢谢他。回来哈，继续我还在开放哦，好，那我们还继续谈。
转到出面台会该讨论现说，你今阿不系来到了2年前该贡献你哦，你讨论了细细该2年前，了如果加快而则新该供入去哦，大家通道动到向前，其实动少，因为记到了下300块钱已经受到动大家破坏咧，了下喊病毒改变放体该供入去喊动到，用我讲话有信息之改呢。那问题我先请教我们的施总干事来稍微回应一下，刚刚相信朋友提出来疑问，他们对他们从小到大生长的这个20镇的这个环境，已经开始产生不信任感，是因为在过去这些年的经验带给他们对环境上的伤害，所以他们现在也知道说这个大城乡、台西村这个所谓癌症村，因为也这种高度污染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开始有这个健康风险评估，所以大家也希望比照办理啊，是都是源自于对我们的政府的信任度已经消失了。没错哈，刚刚阿伯有讲到，其实我觉得需要做健康检查，因为龙城职场烧的是蓝莓。那蓝莓里面其实会有很多重金属跟戴奥辛，再加上 PM2.5 又很高，没错，而且戴奥辛其实会累积在身体里面，会对身体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哈。那这边我有一个癌症地图哈，是101年全彰化的癌症地图，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哈，20镇哈，其实癌症的发生率已经非常鲜红色是最高的就对了，没错，哇，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健康检查，因为咱为什么咱家癌症发生较悬？一定是有受了污染，咱家有受了6轻龙城职场，那旁边其实还会受到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效应，也会因为台中火力发电厂的烟囱很高，其他传输的扩散会比较远，你们这边也可能受到这个影响哈，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厘清为什么20镇的癌症发生率这么高。所以阿伯讲的没有错，一定要来做健康检查，而且至少要对戴奥辛跟重金属这部分来做血液的检查。是，谢谢。环境里面的风险是在地每一个村民都要共同承受的哦。那彰化县政府说了，我这一次规划的这个精密园区呢，它呢可是低度污染的精密园区啊，它的产业类型不像要燃煤燃油那么样的恶劣。它的说法又很容易，你对糖记得会回应很马改。其实对民众来讲，他们关系的不外乎像是空气污染啊，或者是一些水污染等等。那其实以精密机械这个产业来讲，刚好其实就是这些污染都是最低，甚至有些是几乎是没有的一个状况。不管是用水量、耗电量、污染量都是最低的情况之下，甚至有些业者对有些业者来讲，可能只有一些生活的一个污水、生活的一个排放等等。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说引进这样的产业，其实上对于我们整个的环境是最有利的。未来不管是地方居民或者相关团体、专家学者，其实都可以提出来，他们希望我们这个园区未来开发的时候能做什么样的一个分析评估，或者说未来在园区开发的时候，能够地方的居民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助，包括刚才所提到的，像是协助地方居民有一些健康的一个检查的一个，不管是补助啊或者协助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未来可以提出来的。蔡老师，不知道你怎么样回忆彰化县政府的说法他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在增量上不会增加污染，但是你觉得他有考量到我们现在的总量压力吗？是啊，所以现在空气已经很糟糕了，水也污染很严重了，然后再告诉我们说新增加的这个精密园区不会增加新的污染，怎么可能呢？过去很多也是告诉我们都很干净啊，当时6轻开发，王永庆说我们工厂绝对比你们家的厨房还要干净，还要干净。这段话都不能相信，因为在开发之前，他一定跟你讲说我做的最好，所以我们也是说，我们要先把彰化县现在所有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等的污染的总量，先做一个总量的一个确认、清点、盘点所有的污染量。你现有的污染没有减少的时候，你不可以再新增加任何的一个污染。是，谢谢蔡老师。其实老师提点到一个工业园区的新设，除了还讲究它到底是高污染还是低污染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样在营运以后需要用水。那我们知道我们20镇这个长期务农的小镇也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地层下陷跟水源污染这2件事。我开放现场倾听一下我们在地的农民，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现在地层下陷的问题有多严重？就是你们现在灌溉都是用什么样的水？有哪位农民能够亲身实际跟我们分享？大哥你好。乡亲大家好。今嘛咱的用水咱的用水拢抽地下水。都是抽地下水啊。一寡水拢去工业用水，咱的落水溪水拢去水利会卖去第6轻的。咱遮今嘛我严重的抗议高污染。咱遮是一个二林甲大城是一个农业的乡镇。是。阮遮阮大城今嘛
有咧开发一个无毒小麦专利区，嘿，啊，即摆若是过度咧高燃吼，阮无采阮大城吼，咧开发一个无毒的小麦专业区。那现在面积多大啦？现在？那个将近200公顷。哇，很丰盛的成果啊！全台最大的啊。那大哥，我请教你哦，你说现在就是因为缺水，所以大家都抽这个深水井。过去你们大概要抽多深？现在变成严重到又要抽多深？较早咧拍碰布差不多7支至8支管都有啊。6、7根管子，即马拍差不多20支至30支。哇，增加2倍不止。你若较天然的抽起来吼，拢抽到一寡纸浆，拢咧割迄种的迄。哦，这样子哦，所以你们抽到的水都有的还不能用。对，不能用。那这样子种作怎么办呢？你们要怎么样支付200公顷的这个无毒小麦，还有其他的水稻啊，还有其他的蔬菜啊？就是严重抗议，不要过度开发。好，谢谢你。还有没有其他农民也有一样的意见看法的？农政市场一支哦，1000的120米的，阮提无水啦。因为提阮就无啊啦。哦，他一抽水，你们就没水可抽了。没有，阮大家拢老鼠都没有，做茶的拢无。因为120的吼，唔知咱做的唔知影。所以刚刚那个大哥讲6、7根，你还打不到下去啊？没有水啊。没有水啊。一年比一年可怜啊，8、9、10、11、12一直下去，他一年哦120米下，现在打一支。麦克风靠着嘴巴。我打一支几米在那边，你就出去外面就看到那只最高的那只就是啊。那大哥，你以前种些什么呢？水稻啊。水稻哦，啊，水稻很需要水呢。对呀。哇。花钱叫他陪我，他不陪我啊。哦就抽光了啊！好，那你要抽水还要花电费，现在电费贵不贵？要抽水来用？我那个1个月差不多2个月，差不多1000多块。哦，那就要抽很凶，在这里还抽不到水，这样。抽没有水。辛苦，谢谢你。好，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要补充意见的吗？好，这位大哥。5年前吼，咱永城的公关主任或者林建山，林建山伊是做公关的，伊甲我讲吼，永城。抽水足厉害，所以咧，二林的地产下陷罪魁祸首就是永城。啊个抗议，尤其台湾缺水的时阵，我有一个问题吼，希望借这个机会，嘛甲政府反映是安怎？因伫咧自来水无水咧限水，啊，咱遮的这个地下水是咱共同的资源，是安怎互伊特别抽，到底着钱啊免钱？啊，若叫钱，有喇叭无？这应该个查看卖咧。啊，应该就限制。啊，刚才你讲吼，抽到的地产下陷，啊，惊地产下陷，佫无爱吼。好的，谢谢大哥，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哈。其实照一份数据统计的资料哈，我们20镇哈，从这个81年到103年，其实讲从20到整个彰化地区了哈，大概有80到140公分左右的地层下陷的总深度，差不多一个小朋友那么高了哈。议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好山好水好种作的土地，因为超抽地下水的关系，工业也大量的使用，农业分配抢水不足，大家也尽量抽。我们地一年一年的往下降，将来我们的地要是降到台平面以下，我们还需要怎么生存？现在我们120镇上碰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关系了吗？政府还阁目睭青眉吼。前几天啊，阮大城一间国校吼，迄个校长啊，查某校长甲我讲，伊吼，因学校迄个井去用封掉，啊，含迄草啊，草场的草啊，拢无水好啊，佫毋敢用自来水，囡仔拢伫咧风杯沙遐咧，没水可用啊。上课，校长伊若来到即个学校，伊头壳就疼，伊有可能住中华园林。伊来到海口即间国校上课，伊就足认真顾遮个囡仔，伊就头壳疼。啊，明明这知识分子就讲地层下陷，就是6轻嘛，6轻超收地下水，即几年大城乡的地层下陷，上大的凶手就是6轻嘛。啊，竟然甲一间国校的古井甲伊封掉，迄草啊拢要打去啊。学生也没水可用，囡仔拢伫遐安尼风杯沙咧上课，是有够可怜的。这政府吼爱好好检讨。浊水溪是我们台湾的母亲之河，照道理我们水源丰沛、土壤丰饶啊，应该是真好的才对。可是呢，我们中上游及其蓝河也拦掉了大部分的水给工业用，让我们在地散落的各个乡镇市呢，又有其他的家庭小工厂或中型的工厂超抽地下水，反而我们的农民、我们的是老百姓，还有刚刚议员讲到，连我们小朋友用水都堪虞。今天现场我们来了其他不同的环团单位的意见代表。
是不是也能够请他们来发言，针对一个比较全面向高角度来告诉我们 PM2.5、沙尘暴还有这个用水缺旱的问题，到底对我们现在环境的伤害有多深？是不是能够分享你的意见？你好，刚刚有讲到那个20哈，它的 PM2.5排行榜是全国台湾第2哦，但是还有一个哈，就是它的增量是全国第1哦，增加了5微克。那美国已经研究证实，每增加10微克，好，人的寿命就要减少7到8个月。那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33.3，这个是年平均。可是，在入秋9月到隔年4月，它甚至高达47微克。就是每一天这样子。对，等于说20镇的乡亲，他们有半年的时间是呼吸。PM2.5高达47微克的空气。那刚刚讲到15微克是国内的标准，如果是以世界卫生组织的话，是10微克才是干净的空气。那所以超标很多很多。对，所以等于20这边乡亲是呼吸世界标准的4到5倍的肮脏空气。好，谢谢你。所以总体的开发是不是要总量管制？不知道你的意见是这样吗？我就讲用水跟废水排放处理的疑点就好了啦。是。咱即摆大家知影各地拢咧限水，但是中华县无咧限水啊，因为我们80%的自来水是来自地下水，所以我们不必限水。那这个很讽刺的是，这个案子的基地却设在地下水管制区。所以这是非常可笑的问题哈。那这个开发单位还跟我们讲，他们不会用地下水。他们是用自来水，那是骗我们的嘛？自来水就是来自地下水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废水的排放，它是这个样子哦。我这边有个基地，它的废水排放竟然是把它引用这么长的水管专管送到彰滨的把它排到大海渔港这里来，所以中间经过福宝湿地。所以它不止污染湿地，它也污染沿海的生态。好，所以而且还不止这个问题哦，它这么长的这个排放管，中科都做不到，来，中科就在它隔壁，中科都失败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中央的单位，国科会都做不到，我们能信任我们的县政府做得到吗？我们魏县长选举期间，他签了这个承诺书，就是我们彰南要做农业精密园区，不要做这个有工业废水的，要排放到20公尺以上的水域。那我们希望县长20金区也是实现你的承诺，不要等我们带队去抗议，那太浪费社会成本了。好的，谢谢你的意见我们都听到。施总干事，我请教。刚刚我们这位环团的领袖朋友也告诉我们，将来厂址要设在这352公顷的20金基园区，它的用水就是一个很大问题。现在我们整个都是非常缺水，而且我们的防洪频率已经越来越密集的哈，我们干旱的频率很高。那第一个是它用水成余率，再来第二个它污染过以后的工业用水要做一个长长的输送管，输送呢是到海边排放到大海。请问你们对这样县政府的整个规划案有没有很高的忧心呢？非常的忧心哦。我先讲一下，它现在要排放的点跟中科4期那时候规划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中科管理局跟我们说，我做不到，因为那个困难点太难了，因为有渔船会经过，我没办法去处理，因为它要经过一个河道哈，船要经过，他说没办法做到，所以不代表彰化县政府做不到，也许他们很厉害啊。因为怎么讲？现在中科4期的废水也还没解决，因为他们做不到啊。包含当初中科4期会通过，都是吴敦义那时候当院长，他说我来做海洋放流，结果中科管理局又说海洋放流我做不到，所以他现在中科4期的废水要排到浊水溪的内陆，或是旧浊水溪的内陆，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就是内陆岸，他说这个我才做得到。在废水部分，我们有看到这个现象。那在用水的部分，我们先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哈。中间画的黑黑的地方是20中科跟20精密机械园区的所在地，这边地层下陷已经超过70到120公分，哇，很深了哈，非常的深。大家想看看了，这个地方要这样开发，但是凹下去了。对，你知道它用水是来这个地方，
水要从西湖的第二净水厂过来，但是西湖的第二净水厂其实已经是一个地层下陷中心。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地层下陷最严重就是西湖，结果我们20真的要开发，居然去西湖跟人家要水啦。西湖的地层下陷一年可以达到14公分大家想象，10年几公分，140公分，我们20的要用水去造成人家的地层下陷。对，而且现在要开发的地方，它是个易淹水区。这个地方来看，又已经下陷了，又还容易淹水。它旁边你只要看到网状的，都是易淹水的地方。简单讲，这是一个易淹水的地方，一个严重的地层下陷的地方，你要用一天用3万吨的水，而且用的水量比中科4期还要高。中科4期用水2万吨而已，这个要3万吨。怎么可能会没有伤害，对不对？谢谢你，总干事。所以逻辑这样推来算去，总是觉得不合理。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蔡老师，目前我们20禁区的这个计划案已经送到2阶环评，所以2阶环评意思说，希望再用更高规的这个环评审查程序来好好的检讨检验到底这个计划案有没有瑕疵。不过老师，你对2阶环评有信心吗？你觉得这个案子是不是有重大瑕疵到值得严肃检讨？其实这个案子基本上就是根本没有开发的必要哈，因为不用环评了，这不用再环评，浪费社会资源，浪费大家的时间跟成本哈。因为彰化根本不需要用精密机械的这个园区来作为发展，我们彰化，我们就是来好好发展我们的农渔牧产业就好了。这才是一个对，这才是一个永续治理这个我们彰化一个系统性，把过去犯的错误，然后把它治理好，然后恢复彰化的一个重要的农业生产，这才是一个有远见的这个政策的规划。所以我是觉得连2阶环评，彰化县政府就自己撤案就好了。是，谢谢你。你好好在想，你临出台发展工业智慧，舍掉对工业的思维，你做得用在对农业里底好好的思考呢？台糖20年万兴农场由部分土地资本农民种西瓜，台糖设计由土地片设立休主场，可比未来土地片开发变作工业区，环境可能无过按祸害。其实彰化县境内已经有当多工业区，限制个工业区土地也当多，常常进行有意识的开发，得到农业时代利用的素材。那系万兴农场在开发工业区的争议当中，是得向农业发展的方向来进行。我们有一些农地适合种我们有机的或应该是可以推展。那政府应该有一些部分的力量，去把我们所谓的农业的一个现况可以提升或改善，这是我们期待的，而且我们也部分很多的农民朋友也希望说，重视农业，甚至应该是比工商业的一个发展还更要去突破。工业也係農業發展，無絕對嘅錯，也係唔錯。不過唯一是得確定嘅係，農業發展對於環境嘅傷害，絕對比工業發展行得低。在彰化縣境內，希望同目前嘅工業區土地利用配合時，提升精緻化農業，利用安尼保留一條農地，也係一個值得開發嘅思維。科技農業化，包括機械農業化，這一些都是可以將我們現在老齡化的一個農業的方式解決。雖然農業發展也面臨一條結構性嘅問題，像係老齡化、少工人呢條問題。不過，台工業發展已經被一條人看作係企業人才提升當地產業率嘅好方法嘅事。農業發展咁正經就算唔得達到安尼嘅目的，其實規劃者嘅用心將係關鍵。其實又动到彩的个用心，他们希望外界提到20的时候，不要想到是工业区，它应该被想到是它是全台湾非常重要的葡萄生产区，而且它酿制出来台湾在地品牌的葡萄酒料哈，全台湾动入苗。所以20不止20，它有3宝。20三宝有什么？乙醚、有荞麦、有葡萄，这3宝。那刚刚我们相信也告诉我们，其实有4宝啦。我们的无毒小麦也非常赞。我想请教他在地的乡亲，现在有直接在耕作的哈，有种出这3宝，还包括我们种小麦的，有没有一些经验分享来告诉我们这里到底产品有多好，品质有多有竞争力？举手发言，不用客气。来，我们20不止3宝哈，还有火龙果。火龙果。即马足称的哦，介绍足好的。所以讲吼，唔通干那空空一直要开乌店，安尼做乌油，店安尼跋歹搅。是。农民大家拢朴素呢，一直研究，
迄火龙果即马全世界第一名的，拢阮老母88岁就是冠军的啦。谢谢你。是3保呢，4保、5保、6保。讲到环境上工业的开发，现在整个法令上的规定，还有企业厂商对自我管理的要求，我相信在地的现场已经表达了他们充分的意见。那针对针对彰化，我们是不是可以转型，好好往农业去发展？我们也来听听彰化县政府给有永儿的讲法。102年，全县的休耕土地有8000多公顷。那后来我们配合农委会的一个补助复耕的一个政策。103年减少了900多公顷，所以可是也还有7000多公顷是休耕的农地，所以事实上我们是认为说，在农地的一个状况，目前有这么多的休耕农地，其实我们是认为说，首要应该是针对这些休耕农地来做一个进一步的复耕，辅导它做有效的利用。那对于这个相关的台糖的土地的部分，我们当然会考虑说，那目前这个台糖土地它使用的一个状况、使用的效益、使用率怎么样？来做一个整体的考量，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在县内的土地能够这种最有效的利用，对各个产业，不管是农业、工业，都能够有平衡的发展。我们谢谢科长的回应，不过这个逻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解释不通哦。县政府说，现在呢这个休耕的农地要赶快先活化，可是我们闲置的工业区不用急着先活化，再来直接开新的园区来开发就好，这个到底讲得通吗？我请教总干事。彰化污染最严重的是彰化、和美、鹿港，那我们不好好的利用这些土地，然后又要来把这些净土，大家刚刚讲的净土，要把它来做工业区，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政府怎么会有这样的逻辑来做这种来这种规划哈，不太妥当。是，谢谢总干事。现在你们听到彰化县政府的回应了哈，赶快先活化我们的休耕地啦，不管它有毒没毒，你自己先去把它弄起来种作嘛。那工业区还是得开，你们的看法呢？今仔日开发精密园区中科4期，阮是第一个受害，因为伊要甲143破为24米，因为迄条143呢，伊有木马房，迄条路是已经90年啊。伊第一届开始的时候，伊就讲要做一条76个沿山，伫彰化港到南边要跨过，所以条143呢一定爱做。因为车流量，到时候车流量、人流量，国党话讲吼。76个吼，底下落来的时阵，会当带动中科的人来莅临消费。伊安甲阮讲，伊讲吼，到时阵吼，恁遮的土地一定会起大价。但是我会感觉是想讲，76甲即阵的路道线到底安怎位，全部拢还无位。你也看，今仔日精密园区有没有开发？中科4期只有一间厂商，结果伊是要来甲阮开，我会台等者骂，彰化县政府真正是足袂见效的呢。迄着要抢遮全民，抢遮里民的。土地。来，我们再把发言时间交给我们在地的里长。不管是营生也好啦，还是工业也好啦，吼，伫要做工业的前提哦，希望就是要保护这个农业生产环境为前提啦，吼。强化农地农业环境保护，互阮一个好的这个农业生活环境。水的问题，而且我讲，水吼，工业咧用水，百姓咧纳钱，农民咧纳钱，为什么？水源愈深，食电愈伤，吼是安那工业咧用水，百姓来负担这个电钱较伤，是足无公道的吼。还有乡亲朋友也要把意见问题提出来了吗？还有没有问题要补充？哦，有看到后面一个举手的大哥。其实咱地层下陷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六轻啦，是安怎呢？咱落水溪的水有4成是伫咧集集南河沿的，直接用涵管送到6轻，中间的都没有经过地层的下渗。一滴水不流就对了。嘿，伊直接就到6轻去，所以讲中央拢无渗透到地层下去。咱搁加减有咧抽，你甲想无补咧，你直直抽，是毋是一直直直下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互咱的政府单位的一个迷思是讲，工业开发不是万能的。你看欧洲一寡足先进的国家，你像荷兰来讲，因可能是80%几拢是农业，因有较善吗？因嘛是一个高度开发的国家。所以讲，毋是工业产品就会当，甲一个国家用好足好诶。你像人法国，因的农业嘛足进步，因嘛无因的粮食的自给率会使讲100%。结果咧，咱台湾遮好诶土地，咱的粮食自给率才30几%尔。所以讲，咱的政府毋好甲即个国土规划，就是讲放互县政府乌白去创。甲足好的地来甲开发做工业区，甲歹的地则大家来做甲足辛苦安尼。以上，谢谢。是我们听到农民一再的
沉痛的讲出内心里面的话哦，就是希望政府不要只重工业而轻农业。中科4期的20园区是台糖土地大排沙农场，那我们正要盖的这个20金鸡园区呢，98%以上的土地也是台糖土地，是我们的广兴农场。那大家记忆犹新哦。我们再往上面一点的中科3期在后里，后里的7星农场也是台糖的土地，所以500公顷、600公顷、300公顷的全部加起来1000、2000公顷的土地都是我们全台湾最大地主台糖的哦。其实过去很早以前在日据时代，这本来是大家共有的土地，在历史的更迭、产权转移之后，现在变成是台糖所拥有，大家就会想不懂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的开发都是拿这些过去的良田美地来新设工业区？这些本来是属于过去农民的土地哦，那现在变成都是政商的优势者或者是工业的开办人，某种程度跟政府好像是我们可以讲是像合法圈地那样，圈了一块又一块的来发展。蔡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其实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个台糖土地的更迭哦，过去就是因为资方强行要起店撤耕，而引起农民多次的抗议。那时至今日，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农民还是在弱势。所以这个是按过去的产业发展的迷失哈，一直在牺牲我们的农业去成就这种高污染的工业。所以过去像我们20镇其实是彰化县面积最大的一个镇哈，它是农业的生产，所以很多刚刚有提到说休耕的面积很大，其实有部分就是因为水资源不够，没有办法耕作，所以就把这些农地闲置下来。那刚刚也有乡亲提到说，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2%，那这样子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国家的危机哈，所以我们应该是把这些农地活化，提高我们粮食自给率，这才是一个国家永续长远的发展。总干事，魏县长在当选在选举之前有签署了一个承诺书，他彰南地区要发展精致农业。我们看到我们彰南地区就是农业乡镇，彰北已经污染了嘛，所以看不到什么农业。那我们呼吁魏县长承诺他的那个签署的部分哈，彰南地区把它发展为精致农业，那沿海地区把那个观光把它带出来，然后彰北地区的电镀厂能够把它再活化，变成一个专区，不要让它污染这么严重哈。那再讲一个哈，像我爸爸本身是个渔民，大家以为渔民哈收入很低，这个在20-30年前，我爸一天掠虾膏一缸就3000块，到过年的时阵一缸就1万块，就好的哦。大家拢就是讲，渔民很艰苦哈，就是钱赚的很少。那我也知道，像台西村，它种西瓜，即马西瓜大村，1分地50-60万的西瓜钱，一架地分大嘛8万的哈。所以这个精致农业其实发展到一个程度，其实产值是非常高的，但是政府并不愿意去看，他觉得这个小农哈都是老伙啊，唔捌哩，未来控制。但是咱农民一定要团结起来，咱的力量，咱的产值，甲政府讲，咱的产值就是遮好，遮多。咱来保护咱的农地，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是，谢谢总干事。其实我们讲到我们的20，我们的彰化县乃至我们全台湾各个不同生活面貌、农村景致、自然风光集结起来，不就像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些美丽的背板，这些多元的生活资源、珍贵的水土环境，不只要在我们这一代用尽，我们还有下一代、下2代，所有后退嘅子子孙孙，记得很用的到，你系咪上好一个土地也做得了本记得。了解出面台会基本当讲咧，到咧种花嘅议论，然后大家向后咧探讨，真去为了讲韩国的增加了解性格这面燃气，大家相关单位好好咧参详。以上係基本嘅出面台會，非常感謝大家收看，祝福大家平安。